有立委接到檢舉，講這警政署甲海巡署等等的機構呢，那像是有去買到這中國的產品，有可能就是這台灣廠商摕中國來的這個品牌呢，佮甲重新打牌，而且這個中國來的廠商10檔內有標到16件的政府的標案，這影響是真大的。因為警政署是回應講，目前有疑慮的設備已經全部攏停用啊，因為這個設備嘛會送去治安署來甲檢驗。上下班拍開設備也有生物辨識的方式，包括斷手用當面辨識。但是拜三有立委指出，伊接到檢舉講，內政部警政署、海巡署甲財政部關務署等機關招標採買的生物辨識拍卡設備，技術是台灣廠商摕中國相機下底的品牌 Armatura 的產品來打敗。後續因甲台灣廠商的設備甲中國的產品送予 NCC 檢驗，認定是同物件。立委指出，像手印、人面攏是人事敏感資料，恐驚有治安甲國安的疑慮，要求採買相關設備的機關要全面清查。行政院的公文也這個就寫得很清楚了，公務用的資通訊產品不得使用中國的廠牌，而且不得安裝非公務用的軟體。對於敏感性或國安疑慮的業務範圍啊，各機關自行認定。我認為這個部分有一點太過模糊了。立委嘛指出，治安署針對敏感甲國安疑慮的認定是予各機關去判斷，嘛地區認定標準無同。伊要求針對各自收集的設備，應該要有明確規定，避免危害治安甲國安。治安署是表示會來研究甲標準定好清楚。若採買量上濟的警政署是回應講，目前有疑慮的設備已經全面停用。我們在採購須知上面也明定，不得為中國大陸制產品。那我們按照這個說明審查確認這個之後，我們也會再送請治安署幫我們確認。那如果說是廠商所提出來的文件的確是有跟是大陸產制品的話，那相關的部分的就是違反了所謂的採購法的規定，我們按照採購法辦理後續的作業。在各自的部分，我們會研議來列入這個業務範疇的認定。那我們也想辦法，就是讓自行認定的這個部分，能夠讓大家更明確。警政署表示，有疑慮的拍卡設備無連接外部網絡，初步判斷無資料外泄的疑慮。若針對認定標準無同的部分，警政署講會進一步來檢討，要求所屬的機關要按照採購法甲行政院函釋的相關規定來做。記者盧尚如、林曉凱台北報道。